各位听众平安，咱伫个礼拜进前，咱来看几条的信息请音控帮忙。第一条是我心是在学路咱每场的礼拜第一条诗歌大部分就是伫遐学路上帝的诗歌。这条诗歌是对诗篇103篇，103篇最长的。你若要献信息圣经迄落你会当献信息的迄个启应文25篇，就是即个诗篇103篇。伊规篇遐尼大，总是伊把伊甲改写改写了后变做伫遐即个规个诗篇103篇的内容最主要就是伫遐讲上帝的大恩伫遐安怎来救咱的性命咱着爱诚实来敬尊。第二节伫遐讲伊的大慈悲，赦咱拢无罪，日日照顾养饲我，互咱的病得着医好。第三节伫遐讲当你规师有外远，伊互咱的罪过拄起嘛，像遮尔远。天甲地有偌尼悬，上帝的慈爱就是遮尔的悬。所以伫即只第三节的第2章咱即字爱读若天离地悬这是切度慈爱的体恤第4节就是讲上帝的疼，亲像父母的疼上帝伊嘛疼写来尊敬伊的人上帝的疼赢过父母的疼。第5节就讲咱人的性命若花大风吹来就谢，上帝的慈爱永远袂花久长时温无限。咱做伙，咱来唱第1节咱来唱第1节。好，来，做伙来。我心是在学路，因为上帝大恩，救我心爱的灭亡，诚实是已经存。第3节，上帝拄我最好，大道理在我，那天你对我切度慈爱的体恤。第5节，咱若生命若花，大风吹来就谢，上帝慈爱永远袂花，孤单是阮模样。这条伫古圣诗内底嘛有原有所以咱拢足熟的诗歌。第2条要伫个牧师伊正道了后，伊要带咱来唱这条诗歌。这条诗歌我参加足侪的个别式，真侪人真爱这条，变做这条是因上爱的诗歌。出日落雨是主所定伫即个所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安尼讲当毋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就正。所以上帝不管出日还是落雨，拢有伊上好的旨意。所以伫即个所在，
咱来唱第一节做伙，咱来读歌词一遍。来，出日落雨是主所定，两项拢是花目欠因，忧闷欢喜拢有你的，有气灵魂坚固信德，人生好福变化无定，天父愿你旨意得成。咱袂当控制落雨还是出日，但是出日甲落雨拢是花目欠因，咱的人生嘛是共款，愿上帝的旨意会当得成。咱做伙来唱第一节吼。一条诗歌，伫约翰福音6章39节在讲，当找我的旨，就是既然伊所予我的，我无失落一个，是伫活日，互伊国我。所以咱相信，咱是耶稣基督的宝贝，上帝会互咱放咱家己孤单行。所以咱来看三节名，第一节底下讲安怎？魔鬼杀死魔鬼，点样赢？咱的人生中间有真济的试探，吼，总是毋免惊，因为伊要牵我手。第二节底下讲，咱的心会冷，咱底下服侍时，有时感觉讲，安尼拢无果效，总是伫迄个所在，咱心会冷的时阵。因为咱的心无坚定，即个时阵，上帝嘛永远要牵咱的手。第三节，耶稣看咱做宝贝，伊要带咱到路尾，无互咱一个人失落，伊要牵我手，咱做伙来唱第一节。伊要牵我手。
最后伫信息573首的后面，又附一个尼布尔的祈祷。这个祈祷是真侪人真爱的祈祷，咱嘛做伙来读，来诚侪咱今仔日礼拜进行的祈祷。来，上主，求你赐我平静，互我会接受我袂当改变的事实，赐我勇气，互我去改变我袂当改变的代志，赐我智慧。互我通辨明这两个中间的无常，逐日逐刻用心生活，逐分逐秒享受快乐，将困难看作通向和平的路径。愿我会亲像我主，正面看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无掠家己的意思做意思，诚心顺服上主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拢得成。安尼，伫今生我有理由着欢喜来过日子，来生要甲主永远享受无比的快乐。阿们。今日是常年时光纪念主日，请诚济关心大祷，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我的心静静，专有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仔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三角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234首，234首，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是天，咱的主，以圣神老胎，使玛利亚出世，由彼拉多人来受苦，用地死埋葬，三日之后复活。上帝大地，来审判互人死人，信圣神，请坐。三甲用启应文30篇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是圣诗后面1053页。启应文30篇。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保护者袂遁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害。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伫主过我的日子，组织阮伫圣殿用吟诗、祈祷、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你。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的全能者，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堪得受荣光、尊贵、权能，因为你捌创造万物，而且万物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
愿知你自集阮的目的，毋若是要为着显出你的稳定甲荣光，也是要互阮得到利益，互阮会当明白你搁较深，听你搁较深，跟缀你的骹步搁较温顺。愿感谢你，你甲阮讲，你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弃性命，阮就是你的羊群。你捌阮，听阮，互阮有永活，决定永远袂沉沦。愿感谢你，你搁设立教会，互阮透过教会生活，接受教导甲逐样的装备，伫参与也是服侍中，享受甲主同工，甲兄弟姊妹团结的喜乐。愿是你对世界中分别做圣、做你圣洁的百姓。你用心栽培，以待阮亲像结最最果子的葡萄树，有好的性命见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互人看去阮的好所行，来归因光，互天理的爸。总是愿却常常无知悖逆，意到离开你，变做痴迷，袂结果子。袂通生出酒，求主赦免阮，撤销阮的过失，亲像墨痕消散；撤销阮的罪恶，亲像部分无去。因带阮独独我靠顶面来的智慧，谦卑伫主的面前，顺服上帝，抵挡魔鬼，互阮的心清洁纳实，心神活心，才会日日甲主亲近。今仔日是上年主日，恳求主保守赐福所有年长的兄姐，年岁哪加添，听主听人，以及我靠主的信心也哪加添。人会老，环境会变，但是为阮对死过活、掌管性命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仔日共一样，直到永远。教会逐项事工恳求主引带赐福牧师传道，充满对天来的智慧甲信心。伫服侍中间，虽然有时若亲像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但是当阮注目看耶稣，伊会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互阮哪行气力哪加添。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主。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悦纳，祈祷得到你的应允，智慧下伫你的旨意。愿信心摆列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声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约伯记第1章20节到第2章10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第540页，和本圣经696页。约伯就起来，拆离外衫，剃头，拍伫第2摆，讲：我脱体出老母的胎，也要脱体倒转去。耶和华想事，耶和华提去，就学了耶和华的名。伫这一切事，约伯并无犯罪，也无掠上帝做无合。过一日，上帝遐个囝来家己徛伫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伫因中间，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对撒旦讲：你对倒落来。撒旦应耶和华讲：我伫地上行来行去，遍行伫遐，对遐来。耶和华对撒旦讲：你有留心伫我的奴仆约伯无？因为地上无人亲像伊，完全搁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遐个歹。你虽然激我攻击伊，无因端毁坏伊，伊犹原接受伊的存全。撒旦应耶和华讲：用皮换皮，人为着伊的性命，换了伊一切的所有的，总是你伸你的手，夹着伊的骨，甲伊的肉。就伊要当面弃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讲：看啊，伊伫你的手头，独独留伊的性命。撒旦就对耶和华的面前出去，拍约伯，互伊对骹到头壳顶生毒枪。伊就用鸦片火来爬身躯，坐火湖中。伊的某对伊讲：你还阁接受你的宣传嘛？就弃绝上帝来死。若是约伯对伊讲：你讲话亲像遐个戆的妇人人怎得讲的？怎样呢？咱对上帝受福气，敢无对伊受灾的吗？而这一切的事，约伯并无对伊的喙来犯罪。请郭宗林牧师讲道题目是：上帝甲咱伫试探中。三甲额头来祈祷，听人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阮通过来到你的面前，来学罗你，来敬拜你。阮也特别为着高雄、屏东、台东，还有家人、金山的乡亲来仰望你。恳求主你，将你的怜悯、你的扶持，满满临到伫受灾难的乡亲的身上。我也要为着袂当来到主你的殿堂的兄弟来仰望你，检查因即马伫厝内咧疗养，或是伫病床顶。恳求主你，也甲因三角地地，互因通领受主你满满的疼。这个时，恳求你圣神做工，你将你家己的话来赏赐互阮。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留下这平安。约伯所拄着的苦难，是咱毋敢去想，也毋敢去磕的。约伯拄着2摆撒旦的攻击，撒旦试探上帝，对上帝子民的信心提出质疑。撒旦对耶和华讲：
约伯会安尼敬畏你，会遮尔坚强正直，敢是无原因的嘛？敢是你特别看顾伊、保护伊，搁想思伊做做？无论是囝儿，无论是产业，上帝回应约伯讲：你通出手来提走伊所有的一切。撒旦想讲，安尼约伯就会当面挖头来离开上帝。头一回约伯无赢，虽然对约伯的打击真大，第二次过来试探，撒旦直接对约伯的心肠来造成伤害。伊甲上帝讲，若是伤害直接伫伊的心肠，伊也的确要当面挖头来离开你。上帝回应撒旦讲，伊伫你的手头，总是你着留伊的活命。对字面上，好亲像耶和华上帝甲撒旦的输赢。约伯只不过是一粒基理尔。其实，上帝也伫撒旦受试验的内面。撒旦对上帝的试探，就是对约伯的试探；撒旦对约伯的挑战，就是对上帝的挑战。总是听咱的上帝，伊对约伯，伊完全了解，亲像伊捌咱一样。上帝有十足的把握，约伯也对上帝心存敬畏，亲像一个主管要派一个部属去处理一件事，除了信任。这个主管也确实知这个部属有这个能力，通去胜任所交托的事。所以，这个试探还未开始，输赢已经定着。上帝甲约伯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会赢过这个试探。弟兄姊，当咱伫试探的中间，咱敢想讲上帝对咱的期待是甚么？当然是期待咱会当得胜，至少赢的就比输的较济。检测咱已经赢了一摆，但是也未总赢，可能还阁有4摆，就要5战3胜，才通算赢。也是即阵，咱是伫病场的状况下面，还继续进入这个延长赛，总是咱毋通袂记得。虽然咱伫试验的中间，毋是单单你一人，也阁有你的亲人朋友，
也阁有教会兄弟姊妹，也阁有不时甲咱三角之地的上帝。主甲咱讲，我将这个事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这个世界。试探永远带来真侪痛苦、极沉重的负担。头一回约伯失去一切，上帝所赏赐的，包括伊的囝儿。第二摆，撒旦直接攻击约伯的肉体身躯。对头到尾，对头到骹，塞满毒疮。安尼的攻击，是会互人听甲毋知影要怎样讲。约伯疼离伊的衫，将伊的头鬃剃了了，坐伫火釜。用遐来过伊的床，伫什么所在有火釜？伫灶骹，也阁有伫粪扫场。居民将无爱伫的物件，就是送到粪扫场。伫遐来用火来甲伊烧了去。约伯全身躯生毒疮，就亲像已经烂去的水果一样，亲像未合格的粪扫一样。总是约伯无埋怨，无有嫌上帝，而且互咱想起以色列百姓对出埃及到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地，每一摆拄着艰难，就埋怨上帝，甚至常常安尼来问上帝讲。讲主啊，耶和华若甲阮三角之地，阮何物会拄着这个事呢？阮的列祖敢是安尼向阮讲：上帝，你是怎样引带因对埃及上来？你遐个奇妙的作为伫倒落啊？现在。你却放杀阮，试探所带来的痛苦，实在是极其极惊动。但是，咱对于约伯的心情，咱看起咱无法度想象的苦难，也互咱得到大大的激励甲安慰。这其中敢无有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嘛？面对极重的痛苦，约伯会使拜托。约伯的信仰的个别是安尼，伊讲：我脱体来到世间，也要脱体倒转去。赏赐的是上帝，提起的也是上帝。
佮讲，我对上帝得到祝福，减无也受灾的嘛。约伯伫遮个书的顶面，无看上帝做有功，伊要用伊的嘴来学乐称颂上帝的圣名。对约伯的心境，咱通学习到信仰的真实，也互咱看起十字架的真理。真正的信仰，毋是因为上帝有赐福互咱。真正的平安，毋是因为上帝无咱拄着艰难，真实的疼，嘛毋是因为你疼我就疼你。有时啊，咱会离开上帝，上帝犹原疼咱，伊无离开咱。真正的信心，真实的平安，真实的疼，是无条件的，超越一切的好的，任何的在的福气，拢袂通减少咱信仰的实在。约伯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打击伊上深的是甚物？伊毋知影这个苦难是怎样来的，无缘无故，毋知影原因，找袂出任何的理由。对结文中，咱通看去是上帝允准魔鬼安尼做，但是伫咱实际生活中，咱可能真恶地去了解，真恶地去知影这个原因到底是怎样。约伯毋知影是这个灾是怎样来产生。也毋知影是魔鬼对伊的攻击，莫怪伫接下来，伊甲三个朋友有老老长的对话，以及激烈的争辩。但是苦难的问题，永远无互人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好亲像苦难就是你我人生的一部分。伫现今检查咱通对医学、科学、对生活习惯、对社会行为、对大环境来了解一部分的原因。只是这个原因，拢袂通偷放咱的心灵，互咱得到迄个真正的平安。咱也一定会求问上帝，迫切追问上帝，无缘无故的艰难，是约伯检查也是你我上深的感慨甲疑问。感谢上帝，今早起通过圣歌队所学到的诗歌，
超越的恩典来献予上帝，要咱侪侪人得到真济的安慰甲鼓励。恩典超越所有的困难，平安凯赢一切的惊吓。来到主的面前，心灵得到安宁。独独我靠主相思困难，可能有时咱袂了解，总是主的确在看顾，因为主的应允永远袂改变。可能真济时阵，咱无法度了解，总是咱通选择相信，相信上帝有缘听你，有缘听我。信仰有当时啊，是着超越知甲毋知。感谢主，互咱伫约伯嘅身上，互咱看起信心甲敬畏，是通较赢拄着的苦难。今仔日若换做是咱，可能咱极少的人通承受。但是咱拢通一步一步来学习，约伯拄着艰难的事，有缘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上帝有缘听咱，存心敬畏，搁学罗感谢上帝。检在安尼的当当。你我拢无气力通去承受，总是主甲咱讲，伫你我袂话，总是伫上帝凡事拢话。伫遮，要甲大家分享一出个歌舞戏剧的电影，叫做《厝顶上的提琴手》。会记得伫50多年前，我甲在座侪兄弟，拢也伫是青少年团契的时阵，阮的辅导真认真、真用心咧引带阮。有一天，阮的辅导就招阮去罗斯福路，就是台湾大学对面的东南亚戏院，去看这出电影。时间在过足紧的，无打算不知不觉。半世纪就安尼过去啊！总是美好的回忆，犹原会记伫一心内。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伫1905年左右，伫俄罗斯帝国的隔离的开垦区，也是犹太人聚集的所在。这个故事就是发生伫乌克兰南边的阿拉德夫卡的乡村。什么是隔离的开垦区？就是互犹太人这群人画一个所在，互伊这个所在什么物件拢无，
总是恁通伫遐生活，恁家己开垦，但是，阁袂通随便离开迄个所在。若要出外，就要申请，就要通过核准，若无会受处罚。虽然伫即个所在生活有淡薄的自由，但是哪亲像一个无有围墙的监牢一样，还阁有随时着烦恼，会阁一摆受驱离，着的确阁爱迁徙到别个所在。伫厝顶的提琴手，表示因的处境真正无安定。这个提琴手徛伫这个厝顶，已经真危险、真困难徛会知，伊还阁爱伫这个厝顶来下琴。毋敢若表示处境的无安定，也表示因的前途真正无安定。虽然是安尼，但是因无袂记得，因骹的下面就是因的家园。因要好好把三甲做伙的日子。虽然有欢喜的事，有流目屎的事，有毋知影要怎样的事，因要好好把，因要好好来珍惜。这出戏剧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犹太的艺术家，叫做马歇夏卡。伊的画作《小提琴手》，咱通看去，一个提琴手就徛伫因徛起的厝地的厝顶，上帝子民。就亲像这个徛伫厝顶的提琴手一样，就非常谨慎、蹑蹑蹛，因为随时有跌落来的危险，上天因的前途有多料想袂到的危机。虽然因的处境是安尼。伊犹原倚靠上帝，保持心内的自在甲平安，为了要甲正兄弟姊妹做伙生活。虽然其中有酸甘苦涩，特别。伫这个戏剧的内面，这个主角也是5个查某囝的老爸，伊不时伫遐祈祷，伫遐求问上帝。其中一摆，伊问上帝讲：“上帝啊，为什么你无拣选其他的民族？”伊的意思就是，上帝啊，你是甚物因端未拣选阮？阮不时就爱搬厝迁徙，甚至四散其他所在，总是无论
因牵线到什么所在？这个厝顶的提琴手，也带因到牵线的所在，好亲像上帝所派来的使者，一直无离开因。当因欢喜的时，伊就会快乐的曲调；当因哀伤的时，伊就会忧闷的曲调。真侪上帝子民的扶持甲安慰，所以因伫患难中，无袂记得向上帝奏出美妙的琴声、歌声，甲跳出美丽的跳舞。亲爱兄姐，可能咱大多数的人袂晓会琴啊，也袂晓分品啊，或是拍玲珑鼓。不过，你我拢通用咱的嘴、咱的心来学乐，献给上帝真侪感谢的罪。所以，最后也要邀请咱正兄弟姊妹，三甲用上帝予咱的信心，用这首圣诗来回应咱的上帝。咱坐吟，咱来吟2摆。昨日落雨是主所定，两项拢是回报欠业，有问欢喜拢有利益，有其灵活坚固心地。人生好变化无定，天北万里只的家，初日落是主所定，两项拢是回报欠业，有问欢喜拢有利益，有其灵活坚固心地，人生好变化无定，天北上一的家，天父，愿你旨意的正，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通真做你的子民，因为你看阮做宝贝。你惜阮、听阮，伫阮人生的路途顶，有时阵阮着行过死荫的山谷，总是你用锤、用管来引带阮。阮要起调伫你的成就袂空我，引带阮。安慰阮，赏赐阮勇气，通一生跟对你。感谢祈祷，
拢是奉主的圣名。阿门。献诗请上联团契，诗歌名每一天。请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阮伫十项难中，
以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同样患难中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40，阮伫同样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同样患难中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40。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73首，圣诗573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桂甘执事、吴慧芳执事、陈玲仪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报告，消息报告。今日是双连时间纪念主日，邀请贵庄林牧师讲道。第一场礼拜由双连团契参与服侍，多谢贵牧师甲双连团契，请兄弟关心奉献。10月13日联合礼拜邀请蔡茂堂牧师讲道。礼拜后接落来要举行培灵会，请兄弟有留时间参与。第5点，教会大定新书者圣诞特刊要订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登记到10月27日为止。小组甲牧区消息，反合意奖学金资格者，请伫今仔日将下学成绩单影印本交予三文林牧区王世伟长老。奉献的部分若有订单，请向中级订正。就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头拄仔师会所讲的即个新工，即个新书者的圣诞特刊就生做安尼，伊是一个桌历，所以咱会当登记来送互咱的朋友，内面拢有真侪台湾人的故事。好，即是咱来祈祷。咱大心为着世界，为着台湾，特别为着即届风台，咱看到真侪受难、受灾或者同胞，咱为着因祈祷。咱嘛为着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咱嘛为着今仔日咱是双年的时光，咱为着咱遮所有的长辈来祈祷。咱嘛为着建堂的时光，为着身躯，为着欢迎的姊妹齐云甲少宇，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伫厝里疗养的。方梅姐、邱玉姐、文梅姐、雅慧姐、丁友兄、林水长老、赵荣兄、明珠姐、道明兄、白长老娘、素梅姐、阿卡姐、俊生兄、张老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伊利、明理姐、阿菊姐、各元兄，咱为着遮个兄弟做伙来祈祷。感谢你引出多年万万的你的面前，感谢你万条做的，恳求你帮助从下的机会万当中，感谢。主啊，伫即个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你无放杀阮，伫甲阮伫地，就亲像今仔日讲道中间的约伯，主恳求你帮衬，互阮无伫犯罪，互阮虽然伫苦难的中间，犹原坚调你。主恳求你保守帮衬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时代，阮会当用阮的生活甲阮的性命做好的见证，互人看出阮是属上帝的囝儿。主恳求你也帮衬，特别为着阮台湾或者同胞来祈祷。即届的风台造成真侪地区有真大的伤害，也有人丧失因的性命。恳求主你保守医治，也帮衬遮同胞，互因紧紧来恢复因的家园，也帮衬阮的遮兄弟姊妹，阮会当来替因祈祷，阮也会当来帮衬因。主，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恳求你帮衬，特别伫缅甸的广福牧师，主因面对真大的
战争的安尼的因素，也是真大的变迁。但是主恳求你享受因对你来的确信，主也帮助因伫迄个所在传福音，无摇动，互因有上帝你所享受的气力来坚固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常年团契，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感谢你享受，互阮的教会有遐尼多的长辈，恳求你享受，互因有勇壮的身躯，也互因的信仰也会当诚做后辈的帮衬甲鼓励。也恳求主你来看顾因，互因伫家庭中间也会当做好的见证，来影响因的囝儿孙。阮也要为着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恳求你继续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哪来哪组织阮的每一个人，阮无共款的意见，阮会当超出上帝你的心意。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齐云甲小玉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甲因巴肚内的胎，互因拢会当健康长大，到伫出世。主，阮也要为着真济有新生儿的遮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你也保守遮个囡仔甲遮个爸母，互因有勇壮的身躯智慧，会当来养饲因的囡仔。阮也为着阮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伫手术中间，阮真欢喜上帝你，互方梅姐会当真平安，就经过即个手术，互伊真平安，只是等于处理疗养。我也恳求你继续看顾其他兄弟姊妹，互因会当伫处理疗养复健，拢有上帝你的祝福甲因同在。阮感谢你，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阮每一天的脚步，恳求主你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来吟圣诗401首，401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